春风来来去去，土草发香。抱怨夜夜空空，看无见面容。多来也蒙蒙，一丝也蒙蒙。但春发扬，空对梦。春意停停落落，银色天空。水点走走空空，流过树枝棚。多来也匆匆，一丝也匆匆。留下的痕迹，犹原样板做。还记得石塘歌，风天水里走相叫，唱跳无歇困的歌曲，喊你也听听来唱，烟花落水的歌，也景色汹涌上冲，你敢有看到？很想用目针来交换，相信你会苏信用，爱梦。你老妹有啥妹？嘿吼！冇，你还不小心？你给我住口嘛！自从啊，阿妹，某某们，某事情还没冇想讲。你阿爸请你啦。阿爸，阿照顾啊，来，坐点。哦，哟，阿爸当初冇试过你泡给茶没？你来泡。好。哎，先暖壶，张不用茶咩？昨晚不啊，老市民伊奈。啊？我朝就会去。啊，好嘞啦。去。过来啊！冇啦，我要去市民家副卡弄去大吹鼓啊，供电就停工了。阿张哥，我相信你啦。唉，你阿爸呀，真紧啊，不是说去上没到的啦。你阿婆有条唔擦的。唉，也好啦，你还对人良知呀，一种考验嘛。喺人公婆之间一种考验嘛。阿妹，欺骗了。自从某片，唔对，只是做你婚姻一种挑战。婚姻哦，唔单将系甜美，还有个较大嘅苦啊。
生年嘅无咧，期望哪爱咧？慢哦，我生年，我已經唔錯啊。你做唔錯咧，阿爸，你做唔錯咧。做什麼？你做安步，我去市民家附考啦。你喺內手就間聽下。阿爸，我點解做唔錯咧？我連聽多久？市民喺外面講法了，唔過，我大伯講法了，我新冠頭嘅壓力就好大啊，阿爸。阿爸。有事情还有别啥地吗？有人讲哦，千万就做唔得并不卡嘅什么人哋啊！有个事情啊，我会咋做唔得，对吗？啲，暗啲两摆，我要面对阿婆、阿爸、阿母。我不過，我想很多啦，事情我都安排咯，你喺家勁叫掉你啊！连阿婆都走一山峰，唔想看到我。你係用嘅，你阿婆當年都會雙手陰見，啲全家唔叫苦。係哦，你很多年嘅習慣，你係應付你咯。你干啥？你干啥？有真呀，莫那仙啊，永伴了永啊，我们的相爱虽呀，长成了嘎啦。那照成本会计佮计算方式无共，传统上，咱制作业的成本会计分做分配成本会计制度，佮分布成本会计制度两种。爸，头家你转来。哦，对小是做生意的头一步，较有耐心的。啊，毋过这内账外账，看我头昏脑胀，敢袂使较简单的。干那遐紧简单代志做，都不应该选我做你的老爸。既然是我所改变的事实，你只有接受。当初甲苏书记讲条件的时阵，合约放伫倒位？留伫房间的公文内面。甲我找出来。好。加油！你又来，我教你看，等下甲苏书记的问题出伫倒位。加油！阿哥，迄讲阿婆的阿哥偷税加工生意，你会赞成还是反对啊？你当然赞成啊！做乜解啊？哎呀，阿嫂一才讲呢。哎呀，因前夫哦，无晓得个罪名哦，佢承担唔起啊。哦，名嘅意思迄讲阿婆阿哥去外边政府人家讲生意，哎呀，
阿嫂我原來我承認一件事情，就係因為我傳宗接代啊。不孝有三，無孝為大啊。不過也係時代進步了啊！我讀嘅咁做得唔好，要傳宗接代嘅想法啊。我實在啊，冇想看到阿嫂因為咁樣犧牲佢一生人嘅幸福啊！那當爺妹啊，用俾所人全部做頭家用，大家全部尊敬佢啊！竟然係做頭家用啊！也唔會咧，也係因為啊，佢哋只講嘅係賴嘅，古說佢所人全部嘅地位咯、身份咯，冇人做得認同啦。竟然唔錯嘅觀念啊，我改進啊！婚姻啊，係神聖嘅呢，係講結婚嘅，都做唔得因為咁樣嘅原因啊，會取對方啊。係講啊，公婆之間嘅承諾都做得改變，人老人之間有冇個做得相信嘅啊？阿姑，唔講，假如過後咁樣對我啊，係講嘅阿樣對我啊，我聽咗唔會變過記啊，我青島嘅男人嘅代表就係陳思明啊。阿姑，你講。係假如愛捱多，還係愛假如多啊？當然是愛你比較多啊。你不是要跟你爸學做生意嗎？怎麼會有空來啊？我爸要我跟會計學看賬，我看到那些數字就一個頭兩個大，乾脆溜出來看看你在做什麼。那些數字比音符還要傷腦筋。你來得正好，我有不好的直覺。女人直覺通常不準，我媽也常常有直覺，但都是錯的。到頭來還不是要庸人自擾。可是我親眼看到了啊。親眼看到什麼？昨天晚上我哥跟我爸去酒店應酬，他一整夜沒回來。就今天早上啊，我聽到周世明說他們去哪裡？到底去哪裡啊？去找女人。什麼？去找女人啊？你是不是看錯、聽錯了？我親眼看到，怎麼會錯啊？而且我還看到他們為了要遮掩身上的香水味，一直拿酒往身上倒，想要遮蓋那個香味。但是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啊。都親眼看到了，怎麼會是假的？那你就找你哥當面問清楚，事情不就解決了？不要冤枉他。那如果他承認呢？承認就勸他回頭。如果他不承認呢？不承認就表示沒有，問題不就解決了？林家佑啊，林家佑，你真的是很天真呢。這樣子怎麼樣在生意場上和他們過招啊？我又怎麼了？哪一個偷糖吃的小孩會自己承認偷糖啊？除非是當場被抓到。但是如果他是被冤枉的，又未審先判，未免太不公平了吧？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就交給他們夫妻自己去處理吧。對，茶藝館的事情進行得怎麼樣啊？我阿爸遇到中日斷交的事情，訂單都一直搞不定。我嫂嫂小產，醫生說她以後可能沒有辦法再生小孩了。連阿婆啊都去山上為我們家裡的每一個人祈福念經。我真的也好想要為家裡的每一個人做一些事情哦，可是卻一直力不從心。我能為你做些什麼？能讓你開心就好。我想去水沙連。是那個天然湧泉的水沙連嗎？我已經把水沙連的路線研究得很清楚了。那個地方是山地人的禁忌之地，他們相信只要誤入了禁忌之地，就會受到祖靈的詛咒。不過我們又不是山地人，他們的祖靈不會認識我們的吧？我還請教過住在湖邊的長老，他還說願意畫地圖給我們，但是不會有人跟我們一起去。那你有問過他水質的問題了嗎？
长老回答的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确实有一道涌泉存在，但是好像很久没有人开采，而且你的家人愿意让你跟我去吗？当然不会啊。不过，因为我妈要带大嫂去看医生，我可以请姑姑帮我把风。反正啊，一定会有办法的。也嘅事情，听说有办法嘅，请做公主婆报批，然后诺布可以团圆，平安顺利。自从咧，伊唔许讲爱留内条乡下去啊。咱人做人家，去报劝书去咧。够严格了。爱嘛唔爱，你都蛮做人家。算了啦，也讲破嘅事情，也问你讲阮啦。不过，你莫按用疑神疑鬼，佮按用落去。自从早暗为本年免摕咧。俺歹势。莫讲歹势啦，也讲马开事情你就歹势。来，歹势。好了，来，行啦。望见呢，看，哎，他家都有转来哦。那蒙牙没发现哦，海板前的天数是做唔到啊。来啲啦，行了。注意安全。好。哎，你也拜吼，那加油自家去深山地度。那佢对你有冇该特别嘅要求，做唔到答应啊？冇嘅特别嘅要求啊？就给啊，冇嘅啊？就给啊，冇嘅啊？哎呦，你硬我哦，死了老师莫就，哎呀，阿公你什么？哎，讲懂认真的啦，我讲哦，师妹结婚以前有事情做唔得做，自家讲清楚哦，咪好变成人哦。可能也句话冇做，讲好，当然爱做唔得乱来。好啦，哎呦，生意啊，客家都要转来啊。小姐，你看到牙刷吗？其他都不可以特别看欣赏嘞。哎呦啊，只因呢唔不用耐嘞，你张走哈？系啊，继续叫哦。没事嘅，有因耐啊？图书馆。去图书馆做嘛？长一个要开嘞，请资料啊，夹去啊，等下太做冇见起来。自从唔系伊家要留恋房间几年，又要小心伊。阿妹，不过我冇办法相信佢讲嘅话。公婆之间，亲太给骗你，给疑心，有了疑心，2、3个日的会排过。你老阿爸之间，敢唔是怀疑？来2、3之间，来某马该事情老记怀记，来某马该事情好本记怀记嘅。仲牺牲你2嫂。
那会遮拄好，伫遮搁相拄会着。这是阮新妇啦。唔好，那黑の不可。林美秀です。よろしく。日本語上手ですね。リンさんですか？はい、そうなんです。ここで日本語を聞けるなんて本当にほっとします。日本人の友達多いから必要があったら中国いやお母さんに言って私に知らせてくださ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しいの女性ためなら何でもしますよ。要要带阮新妇去台北啦？啊，安尼拄啊好啊！我嘛是要去台北，坐我的车，我载你。唔免啦，多谢。要紧啦，这客气是要送啥？顺路啦。唔免啦，要紧啦。真是嘞。诸位。常在。地图有。手电筒。手电筒。有。雨衣。雨衣。有。巧克力呢？啊？登山的时候要补充体力，巧克力是最有效的方式啊。哦。我只带了干粮，还有水哎。好吧，那指南针呢？指南针。我带了这个。我要指南针，你带口琴来干嘛？我想说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无聊的话，我可以吹口琴给你听啊。好吧，看起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路程，应该天黑之前下得了山吧？我也不清楚哎，地图上没有记载实际路线的长短，听说很近，但是要有人才看得见哦。又不是国王的新衣啊，要聪明的人才看得到。我是陈琼英哎，又不是小学生。也许没有水沙连这个地方也说不定哦。哎，如果我们再继续讨论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天黑之前都下不了山啦。哦，我们来比赛，我数到3，看谁先跑到前面那棵大树。好，我去收拾行李。我等你。好。好了吗？好。数到3哦。好。预备。1。你作弊啊！不算，你作弊，陈琼英。哪有？我又没有说要3才跑，快点！等等我。加油！等下不理你了。丽莎，晋嫂，咱行到倒位拢会相拄着，嘛算是有缘吼。诸位啊，你同去台北有事啊？来。咱熟识偌久啊？应该有40年哦。我甲秋桂是囡仔伴啦。转去。我爱拄农夫哥去台北。来讲转去。晋嫂，要出现对本用的态度，系无？我若讲秋桂是我的小妹，嘛袂超过。你若伤过分哦，我是会当替伊出头。北总啊，你在讲嘛啊？你也迄眼不卡嘅事情，做生意爱做唔过你，唔过啊，俺不卡你嘅事情啊。
咱无相干。安尼，你爱干吼，就赢来啊，干好来。演技也无当你啦，约定也冇呀。你讲，大优，迄年中迄来的。对啊，家有眼来的，不过还有上瘾的事情，我向无过问。跟老人讲吼，也冇呀，因为固定本人啊，像唔来呀，师兄。晋上，迄做咧做亲家，咩意思一件啊？我是唔敢想，老人做亲家，是问我，也冇呀，固定不舒服嘅，来把人讲出去啊，像细心啊，小贵，连走。晋上，你还蛮开石头的，结婚就做离婚的，听本身嘛该喏。明总，你莫想过分哦。阮翁哦，伊是有信用的人啦，已经答应酒家，袂阁答应你林家的婚事啦。当初因为我散车，你为着要嫁好野人违背我，上无资格甲我讲姓人是你。拜托你，我拜托你，拜托你莫放生我，好不好？对，妈咪了，你紧张，紧张，我拜托你，你紧张，我爸，紧张。转去啦，袂讲转去，无通了啊！我唔爱啦，你上我用的啦，我答应罗布克，我同意去太太海富山口啦。我嘛爱看啦，爱看先生哦，转去向阿聪姑拄起去啦，哪会转去？有事情讲不清楚啦。我拢嘛该好讲嘅。我上我去谈啊，你上我去谈，我会讲本人谈啊。不过我爱推罗布克去看先生啦。也个先生，迄也个朋友约好嘅，错过礼拜，爱定长久咯。你爱用对爱咯。去甲面清楚啦。要不个？嗨，叫落课堂，等下你们永远来得过来。嗨，杨聪姑，就做唔得不给你，有冇？弟。谁是陈庆子的家属？我是。审查已经结束了，可是他听不懂耶，麻烦你跟我来一下。哦。医生，怎么会这样？要给医生诊断，一直有条纹片你无信心，去心癌。好啦，你哦，先吃药试看呢。那无好吼，等我想其他的办法。我听说西医无好，中医会有法度哦。哈。
总病，我唔关心啦。我不过，安你当去请其他嘅医生，我唔关心就按用准去咧。来，阿妹，唔过，阿爸喊你去等。有钱，安尼好甜，娘诶，像我落水咧。啊，又到，加油！你，哎，好。你走。哎，你的雨衣呢？我只带你的雨衣，你有带我的啊。这样不行啊，会淋雨会感冒哎。不用啦，我身体好，不会生病，赶快赶路吧。不要赶路，不要赶路，我们要找地方躲雨啊。哦，没错。哎，这地图没有东西南北啊。我也越看越奇怪，不对劲哎。看来我们是迷路了啦。不会啦，就这几条路而已，不会迷路吧？我们要在天黑之前赶快下山。我再研究一下。我受够这份笨地图了啦！我看他根本就是他们为了不让我们见到他们的圣地，所以才给我们的错误地图啊！哎，祝你保佑，祝你保佑，不要生气，中原无忌啊！只有你啊，只有你这么笨才会相信，根本没有什么祖灵嘛！哎，求你快跑，走！不要走，我可以自己走啦。九英，九英，不行，我们还没有结婚，不可以这样。你怎么了？没有火堆，也没有雨滴。什么火堆？什么雨滴？雨早就停了。没有啦。原来是做梦啊！哎，好痛啊！你不要乱动！你的脚摔到山坡下面去，你又昏倒，不知道有没有伤到筋骨？好痛，好痛哦！啊，不痛不痛。傻瓜，你说不痛就不痛啊？这里是哪里啊？
大概是猎人的山屋吧。好恐怖哦！等天一亮，我就下山送你去看医生。我们不要再去找什么水沙连了。不行，可是你的脚，我对脚没关系。我这次去水沙连，不只要找到好的水质，我还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那是什么啊？应该是熊吧？听说附近山区有熊出没。他已经走了啦，而且可能不是熊，是野狗啊。里面有火光，他不敢进来的啦。说也是哦。你不是有口琴吗？可以用你的音乐把它给吓跑啊！哎呦，驱逐猛兽，我的口琴哪有比你的歌声来的有效？过分哎！好啦，我写了一首歌给你哦。骗人，一定又是什么猛兽进行曲的。你最近老爱消遣我，跟小舅学的哈。你唔係要返去對面交代啊？你講嘛該喏？用道理民眾做出錯事嘅事情，我全就唔對啊！該用事，我無通挨咩嘅法拖人任務。感覺你家庭係唔錯嘅啊！做啲啊，我就通挨咩嘅法，莫拖人就好啦。总裁啊，嗰樣盤都冇事咧，喺做麵先幫你食好冇？係冇啦。等我試一試嚟啦，哦。秋葵，秋葵，你哪会伫遮？你来遮创啥？秋葵，真是的啊！这毋是你应该爱来的所在啊！你紧走啦！我知影，我话讲煞我就走，吼。你莫阁讲啊！喂啦，你紧走！秋葵，我袂听你讲，我嘛袂听你回信的。秋葵，你紧走！我叫你紧走啊！秋葵，我承认，我倒来遮是为着你。我会甲陈总裁比关系，嘛是因为你。今日讲遐个话，伤你真深，请你相信我。我毋是挑工要破坏你阿某的感情。你毋是挑工要破坏阮阿某的感情，你是安那要抢我翁婿的生理，搁叫你的后生要我的查某囝，搁伫街仔头挑故意拄着我。今日你搁伫咧我翁婿面头前讲遐五四三的，你叫我安怎相信你啦？秋葵，我一世人上无爱伤害的是你。我知影你真生气，就算你要摇倒台我，我嘛袂怨叹。你话莫讲到遐好听，你若是真正为我好，你就离我较远的啊！我做袂到。
都袂讲嘛爱做啊。对对，这即摆唔定是阮两个人的问题。你有某，我有翁，你较清楚咧好无？我若是清楚，我都袂转来啊。对对，你是安怎无法度放袂记咱的过去咧？我甲你斗阵才短短2年尔，啊，不过我甲聪仔已经生活20多冬啊，这摆对我来讲，伊足重要的。那呢我咧？错，过去啊，一切拢过去啊。你放过你家己，也放过我，放过阮身躯边所有的人，好无？我求你，你走。小贵，你走，你紧走，紧走，让我放袂记。我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你。小贵，那迄顺太门有关好无？你去等来，那去煮面线呐。葱菜，你爱面，俺家洗咧葱花好冇？葱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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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菜。葱菜，葱菜，我应该用的。你加关两支，特别摕一支来。哎，你啥？我家己啉的啊，等大家陪你上饮者，来陪你上饮者啊。快乐啦！先生，明山讲慢我来为恁献唱一条《乌里哇三米四》，请大家做伙来唱。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俺は寂しいんだあのことわかってて一人旅で树下。